做客最緊要係乜？當然係客人滿意度啦。我認為個客人個意願比較緊要啲嘅，容易打理最緊要啲嘅，最好唔使打理，因為香港風格乜都快啊嘛，講效率啊嘛。個人風格同埋個客咯。客人嘅感覺，可能玩比賽啊，或者可能做作品嘅時候先會係啦，先分翻開咁樣。嚟緊有咩目標40歲前退休，希望。你嚟緊想即係鑽研喺電頭髮嗰方面嘅嘢比較多啲咯。尋求財務自由嘅方式咯，喺呢行入邊。揾多啲錢咯。啲技術上啊，或者可能服務上都可以更加提升。啲時間上可能自己都控制好少少。有得揀做唔做翻呢行？都會嘅。咁就唔會啦，你過嗰啲日子唔會想再過噶啦嘛。但係你話以前嗰個我，如果嚟而家呢個咁，我就一定係我 OK 啊。而家又我覺得都係一個唔錯嘅年代啊。呢個時候我覺得係。梗係唔會啦，好難做到財務自由咯。做翻呢一行嘅時候，stay 嘅時間就唔會太過密集咯，唔會話就係學死一樣嘢咯。有機會你可能一邊做呢行，可能一邊做第二啲嘢咁樣咯。會係。因為我中意呢個。